90年嚟，民生書院植根香港，以光與生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為校訓，提供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嘅全人教育。20年代嗰陣時咧，就法國大仲馬咧就寫咗本小説好出名嘅，就叫做《三劍俠》啊。裏邊有一句咧就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當年嘅民生個學費咧都幾貴下㗎，咁所以咧有啲同學咧其實佢成績好嘅，但係佢交唔起學費嘅。咁於是校長咧就請嗰啲家境比較好啲嘅子弟咧，去幫嗰啲家境唔係咁好嘅同學咧去交學費啦。一般俾人哋資助去交學費嗰啲一定成績好㗎啦。咁咧佢會幫手咧就幫嗰啲家境比較好但係成績唔係咁好嘅同學咧義務去補習。咁變咗大家係一個互相幫助，就人人平等啦。咁所以咧就用咗呢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嚟做我哋校訓咧，一用就用咗90年。為咗令到九龍城區居民接受西式教育，歐澤民先生同莫幹生先生捐款資助成立民生書院，並採用2位創辦人嘅名字嚟命名，亦都委任咗黃映賢先生擔任創校校長。最初黃映賢校長創校嘅時候啊，佢就要求我哋每一個同學咧，要跟住基督教嘅教義，成為一個守法嘅公民。1926年，民生書院正式開課，奠定咗民生書院提供幼稚園、小學、中學一條龍教育服務嘅方向。民生讀書嘅時候咧，一切嘅教學都係着重將來我哋出嚟喺社會上做事應該有嘅態度。除咗母語廣東話之外咧，國語一定要識。世界當時最通行嘅語言就係英語，尤其是喺香港咧我哋一定要學英語。民生就通多數都係90% 都係潮州人嚟嘅。咁當時民生個校舍喺啟德濱，近住機場啊。咁就係男校喺啟德濱，後來開女校咧就喺啟仁道，就由男校嗰個操場咧就可以行得過去女校嗰邊嘅。1937年，民生書院以嘉林邊道近侯王廟嘅農地建設新校舍，以應付日益增加嘅學生。而喺2年之後，民生書院同學會亦都正式成立，為日後民生書院嘅發展作出貢獻。民生書院呢個同學會其實就叫校友會咧，大家喺學校裏邊最熟悉一個名咧就係陸恩敬、林思顯啊、林樹基啊，一齊發動，等多啲離開咗民生嘅兒女咧，都仲時時咧能夠翻嚟為民生做一啲工作。1941年2次大戰爆發，民生書院校舍被日軍佔領，直到1945年香港重光，民生書院逐步恢復授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政局變更，加上嬰兒潮，令香港人口迅速增長，教育需求大增。而民生書院為咗配合社會形勢，學校嘅發展都有所轉變。戰後咧，本來仍然係保留翻津校嘅，但係教師嘅薪金好低嘅，咁所以咧申請去政府取消津貼，成為私立學校咧，加學費、加教師嘅薪津。1950年，民生書院成立第1屆學生會，主席同理事都係由學生投票選出，實現民主嘅精神。嗰陣時學生會同而家就完全係唔同啦。我哋淨係得一個學生會，係同學選出嚟嘅，唔單止同學得益，佢哋將來出咗去都係會有呢個受惠嘅，因為同其他嘅人溝通咧係好緊要。6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民生書院成立夜校部，為工廠工人提供教育機會。當時我爹哋錢恩培先生就係校長，為咗嗰啲工廠嘅工人，民生書院為佢哋提供咗教育嘅機會，亦都係為香港嘅經濟作出貢獻。1960年，
楊士端先生為民生書院重譜校歌歌詞，校訓光與生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融入歌詞當中，民生書院代代師生傳頌至今。70年代，政府大力發展基建同新市鎮，市民生活質素得到改善。而喺社會發展日漸安定嘅時候，民生書院致力完善教學設施，落實重建禮堂同幼稚園暨小學大樓 A 座。同學喺高質素嘅教學環境之下茁壯成長，所得到嘅啟發亦都不生受用。我喺學校所學到嘅咧，最緊要係嗰個對事對人嘅態度，而我哋有一個積極面對問題。麥校長，我哋有啲咩校規要守嘅？佢嘅答案咧就係影響咗我生。做咩你都得嘅，但係就不可以影響別人為原則。咁由於咧就係喺民生咧有成10多年嘅講普通話個訓練同埋基礎咧，喺我工作上終身受用嘅。8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蓬勃，成為國際首屈一指嘅金融中心。當時民生書院亦都培育咗大批社會嘅精英，而佢哋各自對母校有一份難以忘懷嘅回憶。我記得咧喺呢一個幼稚園嗰陣時候咧係平房嚟嘅，最記得嘅一樣嘢咧就係